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5，旧历的4月23，礼拜5。震撼的消息，全球晶圆晶圆代工的这个龙头大厂台积电正式来宣告，要到美国来设厂。台积电将要开3600亿，伫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来设立5奈米的晶圆厂。专家来分析，这是因为美国积极要来脱离对中国供应链的倚靠，所以大力支持台积电伫美国投资设厂。台积电伫台北股市开盘之前来宣布这个消息，嘛，互台积电一开盘就来大起，以297块半来开出，同步鼓舞着台北股市一度徛起伫10900点的关卡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34点，以10814点来收盘。台积电变成地缘策略家的逼真之地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进行这句话，即马成真啊！台积电伫今日发出声明，正式讲，伫美国联邦政府甲亚利桑那这个州的共同理解甲支持之下，因为伫美国起一座先进的晶圆厂，而且会营运。巩固在北美市场这个高达60% 的一个市场，那么同时也希望能够钳制住潜在的一个竞争对手。厂房会设伫美国亚利桑那州，是台积电伫美国的第2个生产基地。2021年动工上紧，伫2024年就使量产，采用台积电的5奈米的制程技术来生产半导体晶片，估计每个月会使生产2万片。美国也积极的进行去中国化的一个供应链的动作。为美中贸易战到新冠病毒疫情，美国甲中国拢伫动。即摆美国大力支持台积电的设厂，嘛是要确保供应链会使摆脱对中国的依赖。台积电伫台股开盘前宣布这个震撼的消息，嘛，互台积电一日开盘就起4块半，起伏是1.53%，以297块半开出。同步嘛鼓励着台股要徛起咧10900点的关卡。专家表示讲，虽然台积电到美国设厂，但不将上界先进的技术甲上济投资拢放伫台湾，确保台湾的半导体技术会使领先世界一大步。